做武器啊，这是爱贵州拢换了。OK，关心啦。你看这大家平安，平安，新年恭喜，新年恭喜！啊，大家到等于佚佗。哦，我等于刚去迄个，咱这四山区迄个水果行啊，去啊吼，去来买水果，爱来对我也熟悉，我母校的学生啊，然后看到我，老师好，哎好，你们去哪里玩？我们去南部，在到阮中岛，拄啊，阮孙啊，请阮去迄个林口食迄个火锅啦吼，去开的啦。哦，我说他说问我说，哎，准备去南部玩？我说林口算南部吗？台北的南部。林口，他们一看，对对，南部。我们一来我来恭喜南部嘛吼，好来，咱来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新年的起头，咱同心来敬拜主。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咱伫这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这点咱三角来吟圣诗435首，圣诗435首。那咱大家来吟诗，感谢上帝过新年。世间日子真快过，紧行天路着吉时，紧行天路着吉时。三人起立，三角来吟。世间
即粒咱三甲用台湾基督天主教会信仰个别来做咱的信仰个别。信仰个别伫圣诗头前的15页，现着咱一声来念：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的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所独。对伊的受苦，顶十字架死搁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搁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快乐，互咱伫万百世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迄是上帝的百姓团契，就要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不定根于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疼甲受苦来成做万的记号。阮信人是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做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阮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有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罪，无用这文术祸害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要挖出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透放，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以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伊甲安欢喜。阿免，请坐。即粒咱三甲来启用，要看的所在启用文第65篇。启用文65篇，也是二圣诗后壁面1119页。现着咱三甲来启用。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我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我阁听到有大个声对宝座发出讲：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无阁有死实，嘛无阁有哀伤嚎叫痛痛。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宝座迄位讲，看我将万物拢换新。伊阁甲我讲完成啦。最大的人要将活命水甲水泉，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我要做因的上帝。以上，即点咱三个额头来祈祷。阮的天父的爸，阮的主，今仔日是阮过了农历新年的第一个主日。阮众兄弟姊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同心来到你的圣殿，同心来敬拜你，让你献上阮新春的感谢。
主啊，感谢你过去的一冬，你日日用恩典扶持阮，时时用主爱保守阮。无论咱行过关山，也是行过山谷，你的手拢无离开阮，互阮平安行到今仔日。佮望阮进入新的一年，主啊，阮也感谢你，伫农历过年的时间，互阮伫主内彼此相助接，享受家庭的团圆，甲集体相听的恩典。也感谢你所赐的亲人朋友，甲教会，互阮伫彼此来请安祝福，甲关怀中，搁一届经历你所设立的疼甲平安。天父上帝，此时此刻，阮存着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省察阮家己，回去过去的一年，阮承认家己领受了真济的恩惠，却也真济的亏欠甲不足。阮伫言语上、行为上，也是心思意念上，常常袂当完全遵行你的旨意。恳求你，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保护，赦免阮一切的过犯，清洗阮，互阮重新得力。主啊，阮将新的一年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也求你保守阮的脚步，带领阮头前行的道路。无论你家庭、工作、生活，也就是教会甲服侍当中，拢求你赐着智慧、忍耐甲平安，互阮凡事无倚靠家己，单单仰望你的恩赐。天父上帝，你新春的起手，阮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立志，互阮伫信心中会当搁较坚定，伫疼心中搁较完全，伫行事做人上搁合你的旨意。求你帮助阮一生所行，拢当荣耀你的圣名，也成做别人的祝福，真正活出永生益人的性命。阮同心的感谢甲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以上，下面圣歌队要赞美，因今仔要俄罗斯是新的天、新的地，请圣歌队。
即点咱三个来看上帝的话，今仔要看的经节记载伫新约哥林多后书第5章11、19、17节。新约哥林多后书第5章11、19、17节。和合本251页到52页，白话汉语本206页，现代中文译本277页。现在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所以，阮既然知主会通行为，就苦劝人。若是阮已经显明伫上帝，我也毋望有显明伫恁的良心。阮毋是靠家己对恁证明，就是互恁为着阮有通夸口的所在，通用遐个照外貌无照内心夸口的人。因为阮若讲是为着上帝，若自在是为着恁。因为基督的疼恨催逼阮，是阮想一人替众人死，就是众人死；佮伊替众人死，是要互遮个活的人以后无为着家己来活，是为着替因死的来活的。所以，阮对呾以后无照肉体捌人，虽然捌照肉体捌基督，但以后无搁安尼捌伊。所以人若踮伫基督，就是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但拢变成新的。以上，今日牧师要讲的题目：新年新希望。咱请牧师。各位下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教会所摆的新春礼拜。虽然讲今仔日会当讲是真侪上班的，也是做学生的，最后寒假的最后一天，也是过年的假期的最后一天，但是对伫咱教会来讲，咱会当亲像一般的公司团体共款。今仔日就是咱西湖教会的所谓的团拜啦吼。咱知影以前上班的时阵，办公室拢会有一天团拜吼。其实吼，迄个拜就是拜访的拜啦，就是大家吼报一下吼，因为过年时二九暝也是旧历年的新年，咱可能拢无迄个机会通见面，所以今仔日会当讲是吼，咱西湖教会算做新春了后的第一遍，大家互相见面，所以咱伫遮互相讲新年恭喜啦吼，咱互相来讲吼，新年恭喜，哎，哦，耶稣听恁咯吼。好嘞，花姐，咱拄仔所讲新年恭喜，即句话中间，哦，新年所以会当是恭喜的事，表示讲啥物？咱拢是有望啦吼，望今年会比旧年搁较好。吼，若无吼，咱拄仔讲新年恭喜，啊，就毋是啊嘛。你若是真悲观的人，讲啊，搁过一冬啊，我搁老一工啊，哦，我搁老一回啊，吼。安尼可能大大讲的新年恭喜的恭喜2字，可能就毋是真实。吼，咱总是有望新的一冬会比旧年搁较好，所以新年才会通正做一个通恭喜的事。所以咱掠条望来过即个新年，咱就爱问咱家己。咱望新的一年中间，咱望会有啥物代志发生？过来，既然新的一年，咱充满望讲比旧年搁较好，安尼咱望今年的我要有啥物款的改变？我想这是咱讲新年恭喜这4字的中间，其实这就是咱讲即个恭喜2字背后的意义。好，所以咱拄拄有读到，这也是今仔日吼，会当讲咱真侪时阵伫过年时，吼，咱迄个LINE的迄个长辈图内底，也是讲咱伫教会过去新春礼拜中间，一定
伫新春礼拜用着即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17节是安怎讲？所以人若踮伫基督，就是做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单拢变成新的。则讲到人若伫基督内面，人在基督里，这就是咱一直迄中福的一个主题，就是主耶稣伫十字架顶面所成全的救赎，甲咱的关系。为什么十字架遐尼重要？教会一定爱踩实个十字架，因为这是对咱的提醒，提醒主耶稣伫十字架顶面已经替咱来献伊家己，正做献祭，来为着咱赎罪，伊正做迄个咱赎罪祭的祭物。伊本身也是一个咱顶礼拜讲最伟大的祭司，所以伊代替咱向天父上帝，互咱甲天父搁好，互咱重新恢复上帝囝儿查某囝的即款的身份。所以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咱重新互天父上帝来接纳，恢复咱甲上帝亲密的关系。至少咱的身份已经无共款啦，咱的身份无共款。所以弟兄兄姐，大先咱来想讲，什么是人伫基督内面？人伫基督内面，其实语言影响真大，咱爱相信这点。所以咧，咱台湾人去日本有时阵看到汉字拢会误会意思对无？这问即个日文专家，咱中间的日文专家就知影，真侪时阵咱台湾人去日本看到汉字，看到汉字煞误会意思啦，就讲迄个看到迄个餐厅的空板有鸟啊，想讲食鸟啊肉啦，其实是鸡肉就是啊啦，讲骗人啦，敢若鸡肉，这什物鸟啊肉啦，想讲是烤伯劳以前屏东遐事件，高雄屏东事件烤伯劳，讲烤鸟，我毋知影日本迄个菜单安怎写，至少是看到鸟啊，佫是迄个佫是一个迄个用烘的，想讲袂输是哇，即久无食着烤伯劳啊，30几冬毋捌食过啊，毋捌食着啊，即马台湾拢无啊，拢迄禁止啊，想讲去日本哇，鸟迄个餐厅的空板入去点落，结果是鸡肉，这是语言的差别。主要讲语言影响真大，亲像人伫基督内面，这咱台湾人看汉字看无咧，但是咱若是转去即个新约圣经内底，咱知影保罗伊是犹太人，犹太人受到即个犹太文化影响真深，因本来宗教的迄个语言，以及因读经的语言，拢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内底，伫什么内面，其实有真侪意思。当然，伫厝内面，咱讲在即间厝的空间内面，但是咧，伫什么内面，有时阵你看迄个前后文，你会发现讲什么？想讲伫手内面，你会感觉这翻译根本毋对。结果是啥物？用手的意思，照着手的意思。想讲用刀啊，变做伫刀啊内面。这就是语言的差别。咱咧需要了解即个语言的差别，咱较掠会着意思。伫刀的内面无可能是啥物？用刀，通过刀啊，通过武力。所以人伫基督内面。
也就是讲，人照着耶稣基督，毋是靠家己，是照着耶稣基督。所以，有时阵咱即马会批判咱细汉，要求读什物中华文化基本教材，毋知恁读册的时阵，敢是共款叫做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啊，即马迄改掉啊，有诶较传统的人讲，哇，安尼即马没有教礼义廉耻的，无礼义廉耻。但是咱若斟酌看所有的中华文化，明朝的时阵，咱讲啥物理学，咱讲啥物真侪迄研究迄个仁义道德写上济，就是明朝。啊，明朝咱知影明朝的迄个读册的人迄是真迄哦。咱甲知影白骹的以前汉人的白骹裹小脚啦，查某裹小脚。是对明朝开始哦，毋是清朝哦。满洲人清朝的时代，满洲人无白骹，敢若汉人有白骹。想讲查某人爱互伊白骹，袂当四过走。迄就是所谓的中华文化。迄就是所谓的中华文化，无好的所在啦，无好的所在，咱嘛袂当一概打翻。但是仁义道德变做啥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这是明朝开这是汉文化开始就注重的。人爱有修养啦，拢是人本身啦，靠着人家己的修养啦，其实咱在座应该大部分拢至少嘛有40岁啊，咱拢知影靠家己修养无效，真正到后来感觉无效，所以耶稣常常会安尼讲，这嘛是这是提醒家己的啦，脾气好的时阵，心情好的时阵，大家拢是绅士，大家拢是淑女。心情好的时阵，但是咧，心情歹的时阵咧，平常时。哇，好好先生、好好小姐的人，脾气歹的时阵上可怕。这是我50几年的经验，毋知恁敢共款。迄表示讲，咱爱承认，咱一定爱承认，靠人家己无效，咱只有靠着要真做实的新创造的人，敢若会当完完全全靠着主耶稣基督，甚至一个讲误就是我无办法。这是真侪时阵，咱拄着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上重要的，就是你承认我无办法，主啊，我无办法。咱毋知敢有即款的经验，咱不得不爱承认主耶稣啊，我无办法，即马只有靠着你。咱若永远将家己看遐重要，看家己遐高。安尼真可能，咱总是无办法体会到保罗所讲，人伫基督内面，即个伫基督内面，就是完完全全靠着主耶稣基督。知影靠家己无效，靠家己无办法，只有我靠主耶稣基督。所以。咱大声，当咱得到提醒，人伫基督内面就是新创造的人，伫基督内面就是爱我靠主耶稣基督，爱完全来放弃讲我有办法的这个想法，咱互主耶稣基督来保护咱，来带领咱。伫基督内面，当然这也是一款内面。咱伫基督的疼痛内面，咱伫基督的救赎的内面，慈悲疼痛的内面，咱体会到靠我家己无效，只有我靠主耶稣。安尼，咱就会当真正谦卑，互主耶稣
引带咱来，互咱生命得到改变。所以，咱基督徒莫看轻即个人伫基督内面这几字，这是非常重要，甚至是咱人生会当改变的一个契机，一个契机。所以几若遍咱有听起即款的譬如，就是人跋落去水内底，上惊的是啥物？你想讲我紧来挣扎，结果愈挣扎，沉愈紧。只有水母漂，啥物叫做水母漂？也是即个氧，即个伫水内底来漂浮。为什物？因为身躯放轻松，其实大自然上帝创造即个世界真奇妙。人伫水内底，人若是莫乱叮当，拢浮会起来，拢浮会起来。因为人的身躯的密度就甲水差不多，其实人浮会起来。尤其是人有咱人有涵养咧，你愈紧张，你的含氧量愈少，啊，就变做会沉落去。啊，放轻松，反倒转咧，哇！一个身躯相对的比重，敢毋是？你身躯若内底有氧气，哦，相对的浮会起来。哦，这里游泳老师教咱的。哦，啊，当然咱出去外面耍，咱也要注意安全啦。吼，水上运动一定要穿迄个救生衣啦。吼，哦，啊，当然去游泳的，迄当然就是迄个另外，迄甲无相款。但是你若去过船啦、啥物啦，吼，爱穿吼穿迄个救生衣啦，吼。所以，咱爱伫基督内面，就是照着主耶稣基督，通过主耶稣基督，亲像保罗所讲上起初的意思，伫基督内面就是照着主耶稣基督，通过主耶稣基督，靠着主耶稣基督，伫基督内面。所以，咱爱学习一个新的生活态度。这个新的生活态度，就是保罗也有讲过，使徒保罗也有讲过，我活的无过是我，是基督伫我内面活的。基督伫我内面活的，这当然另外一个意思是啥物？咱的心思意念用基督的心做心，这个是另外一段保罗使徒保罗真宝贝的教导。活的无过是我，所以咧，咱靠着主耶稣基督，咱伫基督内面，就是咱无过是凡事计算我会怎样，我会怎样。咱是反省耶稣会怎样做，咱是爱反省耶稣会怎样做。哦，所以讲过几若遍WWJD，耶稣会怎样做？当然这真无容易啦，吼，真无容易。这有小可甲人的本性，是颠倒变的。啊，但是咱若顺着咱家己的性，顺着家己的性来活，安尼信仰就无啥物稀奇，无啥物稀奇啊啦，吼。咱若万事顺着家己的性来做，拜拜的人嘛是会晓啊，顺着人的性，所以有时阵真正，这是我感觉即个哥林多后书5章11节到17节，这是真算做真重要的提醒，也是真大的一个，算做是境界，因为真正伫信仰内面，咱无过是会当顺着家己的性来做任何的代志，所以耶稣会怎样做？耶稣会怎样做？当然真无容易啦，
所以咧，咱拄则读到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变成新的。伫即个新的一冬，愿望讲咱会当互过去的怨愤烦恼，也是过去所行过艰苦的路，拢对着旧的一冬会当过去。咱刚才这相片在倒位？这是我想到这段，就想到这。这个所在日本时代叫做啥物？亚那加瓦，伫台中。柳川啊，柳川，柳川。我去看迄个，因为我毋捌去过九州啦，我去看相片真正小可像台中的日本时代台中真正小可像即马的迄个亚那加瓦，真像有够水。我是讲即个相片啦，想袂到我细汉的时阵，迄顶面拢是起啥物违章建筑，咱刚有伫台中较熟的，就知影咧以前顶面拢违章建筑，臭，不幸就是即马佫变臭啊，前几冬真好8冬前佫真水，即几冬佫变垃圾啊，但是咱愿望佫会当恢复，所以旧毋是无好，但是咧，咱看到即马无好的，咱就爱想讲旧的无好的，这一切旧的拢爱过去。若好的，咱当然爱保留。所以我真愿望讲我出世的台中市会敢佫转来即款遮水的所在，所以咧，咱既然知影要成做新的人，爱一切旧的无好的拢咧过去，要互有一个新的好的发生。咱既然知影这是爱伫基督内面，爱靠着主耶稣基督，爱倚靠主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迄条路。咱就知影，咱家己的付出，咱所做的努力，咱付出的时间、精神、气力，拢毋是白白的付出，因为咱知影，真正带来改变的，其实用人会当做的，真正是真微细，是主耶稣基督迄改变。所以咱是跟对主耶稣基督，倚靠主耶稣基督的气力，咱毋是家己单打独斗，也是靠咱家己。咱若会当时时刻刻提醒咱，就是咱爱做的，就是爱伫基督内面。安尼，咱就通体会到，无错伫现实生活中间，总是会有成功，会有失败。伫做生意，咱就知影，有人赚，一定有人赔。伫咱读册的时阵，总是无可能大家拢第一名，总是会有第二名、第三名，甚至排袂着名，也是总是无可能人生永远拢100分。当咱知影，咱基督徒，咱是伫基督内面，安尼现实生活中间成功甲失败，无过是个人的得甲失。其实咱若伫基督内面，是无论现实生活中间的成功也是失败，这拢是主耶稣基督爱咱伫这一切的中间来得到学习。所以咱讲有得必有失，塞翁之马焉知非福，也是有人会考劝咱。成功顺利的时阵，莫骄傲，因为什么？祸福相依。这就是甲咱讲，
咱无过是看个人的得甲失，也是用社会的标准看咱的成功也是失败。是主耶稣基督爱咱伫生命的中间，咱持续来成长。今仔日的我，若比昨的我有啥物进步，咱就爱感谢上帝。有时阵咱会跌倒，但是咱知影，咱是倚靠主耶稣基督的，咱是基督的内面。咱知影主耶稣基督疼咱，伊爱咱，会当学习失败中间，会当学习到，互咱会当成长。所以咱基督徒伫咱跌倒的时阵，咱若是会记得，咱是伫基督内面。咱是只有倚靠主耶稣基督，咱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疼甲稳定，咱是伫主耶稣基督的引带甲保护的内面。那安尼，咱才会当得到搁一遍爬起来的气力，会当互咱哪行哪用。所以弟兄兄弟，弟兄兄弟。咱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帮衬，咱才会当去改变迄个咱会当改变的，并且咱因为有主耶稣基督，互咱有智慧，佮互咱通靠，所以有时阵咱感觉真侪代志是咱无办法控制的代志。亲像有时阵，咱的健康，明明我3顿拢照起工，明明我有迄运动，明明我无歹习惯，但是总是会破病。这就是咱无办法控制的代志。但是拄着这款代志，咱只有完全信靠主耶稣基督，咱相信。耶稣疼咱，咱也相信伊会引带，伊会替咱开路，伊会陪伴咱行过这一切。所以，人伫基督内面，互咱望，就算讲有时阵咱真正看袂到望，咱感觉真绝望。这2、3礼拜，即个林义雄厝邻的发生的迄个林宅血案，这是新闻顶面大家开始一直喺讲，当然也访问到迄个田秋瑾啦，田秋瑾，林义雄做议员的时阵，伊的助理，迄当阵，1980年的时阵，伊只20通岁真少年的时阵，伊是伊第一个发现。着即个林义雄的妈妈，互蝶舞台戏，咱会当讲明，因为这是监察院已经查出来啊嘛，虽然讲毋知影啥物人抬的，但是知影迄是政府，迄是当时的政府所做的，这监察委员拢调查清楚啊，所以咱会当讲，迄个蝶舞台的，莫阁讲其他，因为咱的监察院。查遐的资料拢查出来，好，这是题外话。但是田秋瑾伊受访问，伊讲一句话，我感觉真值得咱来思考。虽然讲伊毋是基督徒，但是伊讲一句话，真值得咱来思考。伊讲人毋是看到望甲行动，是安怎？有行动。才会有望，所以我感觉咱看这个新闻，有时阵咱也会当伫其中学习到，咱来思考即句话，即桩咱学习到的代志，伫咱的信仰，安怎甲咱的基督信仰来互相来结连，
真正真正，咱难免拢会有失望的时阵，难免拢会有。讲上明显的嘛，这50几岁的时阵，应该咱在座真侪兄弟拢经历过。50几岁开始发现啥物身躯的变化上紧，40几岁会当做的，我50岁煞袂使，甚至讲以前俯卧撑，做90个，会当下落去摸着涂骹，佫会当手心向地，身体的柔软度，也是做遮侪柔软操的时阵，你感觉无啥物困难，也是为着工作3工无困袂要紧。40岁的时阵，但50岁你发现你无办法，这就是咱无办法控制的代志。这就是咱初初拄着，咱会感觉真绝望的时阵。但是咱就会当思考着，伫基督内面，这短短一句话，伫基督内面，无错。咱有时阵用咱家己的感觉来看，是绝望的。是无愿望的，但是伫基督内面，咱知影有主耶稣甲咱同在，有主耶稣引带咱，这拢是机会，这拢是机会。只是讲面对着迄款咱感觉绝望的时阵，有时阵咱就爱思考，行动才有愿望。咱要安怎行动？就是咱有学习到主耶稣基督安怎教示咱，伊已经教咱要安怎来做。规本圣经拢是上帝教咱要怎样来做。咱无过是伫遐感觉真绝望，感觉啥物拢袂当做，伫遐感觉讲哇无愿望啊，伫遐感觉讲准煞啦。感谢上帝，总是会互咱得到圣神的提醒，互咱持续掠条这个愿望。这就是咱伫基督内面的显现，就是咱总是掠条这个愿望。所以咱今仔日，咱拢组织伫遮，就是因为咱心中悠然抱掉一个愿望，咱知影，咱伫基督内面，咱知影靠着主耶稣的恩典疼痛，甲伊手术咱的溃烂，咱伫基督耶稣的引带下面，咱只要向前行，拢是有愿望。所以，咱新圣诗。咱即个新圣诗编啊真好，有时阵咱会发现讲咱新圣诗内底有真侪祈祷词，573篇的祈祷词，这是尼布尔的祈祷。我即个中文伫顶面但是愿望讲咱常常读即个祈祷词。咱思考内底的意思是啥物？会当甲恁讲一个即个小常识啦伫美国有真侪戒烟的团体因为食烟即个歹习惯真歹戒所以几若十年前开始就有真侪团体迄教人讲怎样来拄起遮个歹习惯，啉酒啦、食毒啦、食薰啦，要安怎来改？因上爱用的就是即个祈祷词，即个祈祷词。所以咱若烦恼伫一款行袂出来的处境的时阵，我想咱一定爱咱会当将厝里若无圣诗，咱嘛会当伫网络啦尼布尔的祈祷。这网络嘛有，咱爱常常来读，
因为这是经专家证实，是有路用的一段祈祷词，咱来看即个先看即个前半段啦，上主求你使我平静，互我会接受我袂当改变的事实，使我勇气，互我去改变我会当改变的代志，使我智慧，互我通辨明即两个中间的无相。这是常常互咱引用的。当然，伊有继续第二段，伊讲的就是一天，互我一步一步，会当互我体会到，伫上帝的疼痛下面，咱会当欢喜来过日子。所以我想，这段是即个尼布尔的祈祷，这会当讲是真有迄个真会当治疗人的心，所以望讲咱今仔日听到即个祈祷词，咱会当转去，甚至印出来，因为这个祈祷词帮助真侪人，上含乐伫即个酒精的迄个影响的人，足侪都是靠即段祈祷来行出迄个恶性循环，人生的恶性循环。所以咱用华语的是祈求上帝赐我平静，让我能接受不能改变的事实，是给我勇气，让我有勇气去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是给我智慧，让我知道什么是不能改变，什么是可以改变，并且能辨别这两者的不同。我想人生中间会互咱挂虑的，就是这三项代志，对无？这三项代志，望讲咱伫新的一冬，咱会当时时刻刻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人若点伫基督，就是做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大拢变成新的。愿咱真正新的一年比旧的一年搁较好。愿咱拢会当真正每一天活出咱大大彼此所讲的恭喜新年，新年恭喜！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经过旧的一冬，互阮会当伫新的一冬中间，阮思考着伫即冬的中间，阮有遮尔多的愿望，就是阮有主你的恩赐，阮有主你的疼痛，阮也有主你守护阮的圣神来带领阮，来教示阮。主啊，愿阮拢会当活出，亲像使徒保罗所讲，踮伫基督你圣囝的内面，互阮照着伊的救赎，愿渐渐活出一个新的我，无搁互旧的代志来击破，无互过去来捆绑。愿主你会当时时刻刻守护阮你的圣神，感动阮，互阮掠着信心甲愿望，互阮也会当行出信心的行动。愿互阮所愿望一切，你的旨意伫正，愿也会当行到迄个你所指示阮的所在，互阮会当真正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我安尼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你接咱三甲人欢迎的圣诗583首，圣诗583首，愿主伸你圣手，牵我做我保护。虽然拄着引诱，我愿行主的路。
点彩伫黑暗暝，也是山坎深渊。主若是你旨意，我行无要言前。咱三角起立来吟。遮者，下面奉献咱请余亚执事甲秋妹执事来书献。
明我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今仔日礼拜了后，请兄弟老婆，因为教会今仔有迄个午餐吼，咱要举行2月份的庆生会啊。这个月寿星是邱燕青、卢美燕、蔡淑文、曾春英、叶景安、吕吉南，这几位。第二最近早起甲下暗气温有较低，咱请兄弟出门的时阵，注意保暖注意家己注意身体的状况。第三小的考量2月份搁学校办寒假甲农历春节的假期咱拜五的查经聚会暂停1个月，咱要伫3月初6礼拜五搁恢复每周的聚会。第四，教会草会班咱2月份甲3月份是暂停。第五，需要牧师探访，也是要安排家庭礼拜的，咱甲牧师讲，也是甲长执讲，咱来安排。第六，下主日礼拜的经文甲题目，咱家己来参考在小平部分，咱看主日活动，咱主日是上午10点，圣歌的练唱是上午8点45分，咱每拜五拢有新安讲的查经，7点半，这礼拜是暂停，拜六草会班，是每一个一届上午10点。再来，咱看圣工的事项部分，今仔交代是文良兄甲现状兄，草会是张老师，清扫是燕庆姐。后礼拜讲道牧师，司会是余阳执事，司琴是牧师娘，领唱是余信兄，司献是秋梅执事甲我本人，交代是燕庆姐甲苏文杰，草会是秋梅执事，清扫是名誉长老。因为顶周的人数甲因为印刷有暂停所以咱的后礼拜咱较做伙来刊出来过来咱看正手边下底的部分，本周的金句我用白话汉日本来读1摆，咱大家用台语读2摆，华语读1摆。所以人若踮伫基督，就是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咱拢变成新的，来请人基督就是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咱拢变成新的，所以变基督就是新已经过去，咱拢变成新的。人在就新创造的人，就是过都变成新的。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咱为完这个来大家互相请安，新年问好。咱有会友反映就是讲咱的迄个每礼拜的迄个代祷事项，伫咱周报顶面其实咱若个人有意愿其实会当将咱个人的迄个代祷事项有需要专会友来做伙代祷的事项，会当甲牧师讲，牧师会当放伫周报顶面。你若愿意安尼做，牧师就会放伫咱周报顶面，互大家做伙来关心代祷。所以伫3月开始就会做即款的处理。望讲咱会当用即款代祷，诚做一款咱基督徒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咱若有啥物需要代祷，无拄拄是敢若健康问题，有可能你有其他需要大家来关心的。亲像咱厝里若有囡仔，也是孙有需要考试的啦，也是讲你有可能讲最近想讲即个厝有啥物买望讲一切顺利的拢会使进，只要你愿意。但是真重要是咱个人爱有意愿，牧师袂当讲
无会友的同意，就将迄个大道事项、个人的大道事项放伫顶面，一定爱征求咱大家的同意。所以你若有愿意，有愿意，毋茫讲咱周报送周报送印一般是上紧会伫拜四，所以拜三以前拢放会入去，毋茫讲咱也会当即个开阔的心我想这袂变成讲咱讲用啊话，毋是咱是用大道的心来彼此来关心所以咱嘛莫免歹势，也莫感觉即个上过客气袂要紧不管健康啦、生活啦，你要搬厝啦，也是囝儿孙有啥物重大的代志拢会使咱毋茫讲咱的大道事项放伫顶面其实这是互咱师会伫礼拜一开始会祈祷替咱大家做一个全教会兄弟姊妹做伙的祈祷这是互咱的师会、咱的长职会当事先知影有啥物需要当然随时拢欢迎。若礼拜前有想到，嘛会当甲牧师用牧师来补充嘛会使只是讲毋茫讲咱以后会建立即款的习惯咱的大道事项无过是例行公事，咱是伫师会一开始的祈祷，就是为着咱教会来祈祷所以毋茫讲咱对后个月3月1号开始咱建立即款的一个习惯有啥物需要兄弟姊妹做伙代祷的，莫客气，拜三以前甲牧师讲多谢。因为咱三个来念祝福，切恳的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稳定慈悲，天父上帝赏赐大福，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请三个起立来吟，唱煞了后，咱请牧师祝祷。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稳定慈悲，天父上帝赏赐大福，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诚心愿念我人感动，听见那人心内，三一念我人相同，只是我万世人，只是我万世人。愿咱伫新的一冬，咱拢踮伫基督，互咱得到快乐，互咱得到信心甲愿望。无论头前的路是怎样，愿咱拢会当甲主耶稣基督做伙同行。愿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阿门。